退咗休之後，唔理你手頭有幾多存款積蓄，呢幾個會令你破財嘅壞習慣，一定要趁早改咗佢。人呢一世後生嗰陣，風裏來雨裏去，為咗生活搏命，為咗養起一家大細，日日好似個陀螺咁轉唔停，卒之捱到退休，手頭上總算儲到一筆錢。無論你係揸住幾十萬強積金，定係手上有幾百萬存款，甚至喺香港有2層收租物業，照計下半世應該可以無憂無慮嘆世界。但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一個奇怪現象？有啲老友記啱啱退休嗰陣，睇落好精神，手頭又鬆動，但過咗5年10年，境況就大不如前，甚至開始為咗1、2蚊買餸錢斤斤計較。而有啲人存款雖然唔係話驚天動地，但晚年生活就過得越嚟越滋潤，屋企和和氣氣，身體又健健康康。呢個究竟係點解呢？喺易經國學裏頭有一句好經典嘅說話，叫做吉凶悔論生乎動。簡單嚟講，即係你嘅一舉一動，你每日嘅小習慣，都喺度靜靜雞改變緊你嘅運勢退休。其實係人生陰陽交替嘅一個重要節點。後生打拼嗰陣，我哋講究嘅係生財，係一種陽嘅力量，需要你不斷向外衝，去開拓，去拼搏。但到咗退休之後，人生嘅運勢就要由動轉為靜，由生財轉為守財。呢個好比如一個水桶，後生嗰陣我哋只管往裏面倒水，個桶有幾個細窿都冇所謂，因為入水快過漏水。但退休後入水慢咗，甚至冇晒。呢個時候決定你晚年生忽疾糧嘅係你可以擔幾多水，而係你個桶到底漏唔漏水。退休後一定要改掉嘅幾個破財習慣，呢啲習慣好多人都日日做緊，卻根本唔知佢哋正喺度偷偷竊走你嘅財氣同福報。大家可以一邊聽一邊對照一下自己，或者諗下身邊嘅老街坊，睇下係咪呢個道理。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幾分道理，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想法，或者同大家分享下你喺退休生活中遇到嘅趣事。首先，我哋要講嘅第一個破財習慣，我幫佢起個名叫茶市吹噓，財氣外泄。喺香港，我哋中老年人最中意嘅消遣，莫過於朝早同3、5知己老街坊去茶樓飲茶，一壺普洱幾籠點心，大家坐埋一齊，天南地北咁吹水。呢本嚟係人生一大樂事，但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茶台上總有咁1、2個人特別中意講自己嘅財務狀況。例如有人會話：哎呀，用我份強積金上個月終於攞晒出嚟成100幾萬㗎，我都唔知點樣使好。或者有人會話我嗰個細仔最近喺科學園升咗職，每個月俾我嘅家用又多咗5000蚊啦。甚至有人會話我揸住嗰層荃灣樓，而家租金又加咗每個月收租，收到手軟。每次聽到呢啲說話，我都會喺個心度暗暗嘆一口氣。呢樣嘢喺國學同風水學上，其實犯咗一個極大嘅忌諱，就係財起藏而不起怒。喺易經當中有乾坤兩卦，乾代表天，代表剛健，代表財富嘅創造；坤代表地，代表厚德載物，代表財富嘅承載同隱藏。財富喺易學入面係屬於偏陰嘅物質，佢需要一個安靜隱蔽嘅環境嚟滋養，就好似一粒種子，你一定要將佢埋喺泥土深處，佢先至可以生根發芽。如果你日日挖佢出嚟，攞俾街坊鄰里睇，話你睇我粒種子幾大幾飽滿，呢粒種子唔使幾日就會枯死。我哋老祖宗留低一句俗話叫財不入急門，富不露外人。你喺茶樓度睇落，只係無心咁炫耀下自己嗰份強積金，或者炫耀仔女有幾孝順，但無形之中你已經將自己嘅財富打開俾所有人睇。呢個時候可能有啲老友記會話：大師，大家都係幾十年老街坊咯，飲茶傾偈之嘛，使唔使咁迷信咁防住人啊？其實呢個唔單止係風水，更加係人性嘅弱點。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喺呢個世界上，除咗你最親嘅父母同伴侶，其實冇幾多人會真正希望你過得好過佢。當你喺茶台上高談闊論，你手上有幾多存款，每個月過得有幾舒服嘅時候，身邊聽你講嘢嘅人，表面上可能附和緊、讚美緊、誇你有福氣，
但佢哋內心深處好可能會產生一種微妙嘅失落感，甚至係一絲妒忌。喺風水學裏面，人嘅心念係有能量嘅，呢種能量我哋稱之為心念磁場。當周圍嘅人對你產生妒忌、唔忿氣或者怨氣嘅時候，呢種負面能量就會圍繞喺你身邊，亦即係俗稱嘅招小人。呢種無形嘅煞氣會靜靜破壞你嘅守護磁場，令你嘅財氣出現漏洞。現實生活中咁嘅教訓比比皆是。我曾經遇過一個住喺柴灣嘅園友李生，佢啱退休嗰陣攞到大筆公積金，個心不知幾高興。原來佢份人性格豪爽，平時喺茶樓飲茶成日爭住埋單，仲經常同茶友吹噓自己投資股票賺咗幾多錢。結果未夠半年，麻煩就嚟啦。首先係茶台上一個舊相識，又話自己個仔要創業開茶餐廳，資金周轉唔嚟，求李生借10萬蚊應急，仲承諾俾高息。李生礙於面子，覺得大家日日一齊飲茶唔借，唔好意思就借咗。結果呢，就唔使3個月，嗰個舊相識就人間蒸發，茶樓唔去，電話都打唔通。跟住又有親戚上門話屋企要買樓爭個首期，知道李生手頭鬆動，想借20-30萬，李生借又唔係，唔借又唔係，搞到全家人關係好緊張。更慘嘅係，因為佢喺茶樓露咗富，有啲專門針對長者嘅投資騙局、保薦品推銷員都通過各種渠道盯上佢。今日帶佢去免費體驗按摩，聽日請佢去聽免費健康講座。喺一聲聲李老闆、李大哥嘅迷魂湯入面，李生不知不覺就買咗幾10萬根本冇用嘅保健品同所謂嘅理財產品。等到佢醒覺過嚟嘅時候，原本豐厚嘅退休金已經縮水近1/3。李生嚟揾我嗰陣時，人個人愁眉苦臉，身體都因為焦慮出咗毛病。佢問我：大師，我係咪流年不利，撞到破財星？我對佢講：李生，唔係你流年唔好，係你親手將自己個財富大門打開，邀請人哋入嚟，攞你喺茶樓每一次爭住埋單，每一次炫耀都喺度幫自己招惹是非。如果從一開頭你就能夠保持低調，人哋又點會知你有錢，又點會將個算盤打到你頭上呢？所以各位老友記，退休後我哋要學識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守口。守口唔單止係守住是非，更加係守住財富。真正有福氣、有智慧嘅人喺茶樓度往往係最低調，嗰個佢哋着住最樸素嘅衫，飲住最普通嘅茶，聽人哋吹噓自己只係微笑點頭，唔插嘴，唔攀比。大家不妨喺評論區傾下，喺你哋平時去飲茶嘅茶樓嗰度，係咪都經常遇到呢種中意炫耀嘅人？佢哋最後嘅生活係咪真係好似佢哋吹噓咁完美呢？你哋自己又係點樣睇喺茶台上傾錢呢件事嘅？接下嚟我哋要講嘅第2個破財習慣，佢同我哋每個人人生活更加息息相關。我幫佢起名叫家居囤積，阻礙氣口。呢個習慣喺香港嘅長者群體度非常普遍，甚至乎10個入面有8個都會犯。大家都知香港嘅居住環境普遍比較狹窄，無論係公屋、居屋定係私人屋苑，幾十平方嘅面積，要住成家幾口，空間真係寸土尺金。喺咁嘅環境之下，好多長者因為細個捱過苦日子，養成咗極度勤儉節約嘅習慣。佢哋覺得粒粒皆辛苦，乜嘢都唔捨得掉。例如去超市買餸攞翻嚟嘅膠袋，一定要折得齊齊整整，塞喺廚房嘅罅隙度。不知不覺就積攢咗幾百個去快餐店食嘢送嘅膠餐具、紙巾，要帶翻屋企儲埋報紙，睇完唔捨得賣，一沓沓都喺窗台角落。仲有嗰啲舊衫，着爛咗又唔捨得掉嘅舊鞋，甚至連幾年前買電器留低嘅帶子皮箱都塞喺玄關或者床下底。更甚至有啲老友記中意喺屋企囤積各種雜物，大門口嘅玄關位擺滿大大細細唔同季節嘅鞋，甚至擺埋買餸用嘅手拉車、遮節凳，走廊度又堆滿米、油鹽等各種日用品。好多老友記覺得呢啲叫識得持家，叫節儉。但喺風水學同易經國學入面，呢啲正正係典型嘅破財之傷。喺風水學中有2句至關重要嘅斷語，就叫萬物皆有靈同埋氣。
乘風則散，界水則止。一個住宅風水好唔好，最核心嘅因素就係氣嘅流動。住宅裏面嘅氣就好似我哋人身體裏面嘅血液一樣，一定要保持暢通新鮮。而喺一個家庭入面，有兩個地方直接決定財富嘅進出。第一個係玄關，亦即係大門口，呢度係成間屋嘅氣口，係財神爺入屋嘅地方，亦係接納天地吉祥之氣嘅第一道關卡。第二個係廚房，喺風水上被稱為財富主管全家人嘅食祿同財富積累。試諗下，如果大門口嘅玄關堆滿鞋垃圾、手拉車財氣，仲點可以順暢咁行入嚟呢？喺風水學上，鞋陰邪氣，嗰個邪鞋底每日踩喺出邊，沾滿灰塵同各種混雜嘅氣場。如果將大量唔着嘅舊鞋堆喺玄關單，大門一開，入嚟嘅氣流就會捲住鞋上嘅霉氣同邪氣直衝入客廳，呢個叫霉氣入室嘅問題。至於廚房，佢係我哋嘅財富。如果廚房塞滿過期嘅食物、油淋淋嘅膠袋、壞咗嘅電飯煲，咁就相當於你嘅財富塞滿晒垃圾。財神爺一入廚房，見到嘅係一片凌亂，聞到嘅係霉爛嘅味道，又點會喺你嘅財富度停留呢？易經裏面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呢個通字就係流通、通暢嘅意思。一間屋如果雜物堆積如山，空氣唔流通，光線被遮擋，成間屋嘅磁場就會變得沉悶陰暗。喺咁嘅環境住得耐，人嘅氣場都會變得好似呢啲雜物咁，死氣沉沉。有啲老友記可能會反駁我話，大師，我住喺度幾十年啦，一直都係咁堆嘢噶，都唔見出咩大事喎。其實呢個係一個溫水煮青蛙嘅過程，磁場對人嘅影響係潛移默化、循序漸進嘅。我曾經去過沙田一個舊屋苑，幫一位陳太睇風水。陳太同佢老公退休多年，兩個人嘅退休金加埋其實唔少啊。但陳太有個好大嘅癖好，就係中意貪便宜同囤積。佢屋企只要有吉位，就一定要塞滿嘢。我去到佢屋企嗰陣，一開門，甚至道門都只能夠開得一半，因為門後面堆咗3個買餸車仔，同一堆廢舊紙箱。玄關個鞋櫃上密密麻麻擺咗幾十對鞋，散發住一陣難聞嘅皮革同汗味。客廳個露台本來係極好嘅納氣口，卻被佢堆滿唔用嘅花盆、舊膠凳同埋一沓沓舊報紙，光線俾佢遮到冚日頭，客廳都要開燈。陳太愁容滿面咁同我講：大師，你幫我睇下，點解我哋屋企最近幾年成日都儲唔到錢？我同老公都唔賭錢，又唔買名牌，但啲錢就係無端端使晒。我仔細問過佢屋企嘅近況，原來呢幾年陳太老公身體一直唔好，先係關節炎，跟住又慢性支氣管炎，每個月睇私家醫生，執中藥嘅開支就要成1萬蚊。仲奇怪嘅係陳太自己都成日漏嘢，唔係出街，唔記得閂門，就係坐巴士嗰陣時跌咗個銀包。最嚴重嗰次，佢喺屋企夜晚起身，因為走廊堆滿嘢，唔小心絆倒，直接骨折住院加復健，使咗10幾萬。我對陳太講：太太，你屋企呢啲雜物就係你最大嘅破財源。你諗下，露台同玄關係屋嘅肺同嘴，你將個肺同嘴都塞死晒間屋，點透氣？人屋企冇新鮮空氣同陽光，陰氣就會積聚。人長期住喺陰氣重、空氣唔流通嘅環境，身體免疫力自然下降，所以你老公啲慢性病先至一直好唔返。再者，玄關堆滿鞋，出出入入都半手半腳，人嘅情緒就會變得煩躁。你跌銀包、絆倒受傷，表面上係意外，實際上係因為你長期生活喺雜亂嘅氣場入面，精神唔能夠集中，磁場變弱咗，所以先會惹嚟呢啲災禍。呢啲災禍邊一樣唔使錢？你慳嗰幾張舊報紙、幾個膠袋嘅錢，同呢10幾萬醫藥費比起身，究竟邊個更划算？陳太聽咗我嘅說話，如夢初醒。喺我嘅建議之下，佢用咗1個禮拜時間，將屋企堆積咗10幾年嘅無用雜物徹底清理一遍。舊報紙掉咗，過期膠袋丟咗，關仔剩翻幾對常着嘅鞋，露台都打掃得乾乾淨淨，露出好耐冇見嘅陽光。講起嚟都神奇，屋企清理乾淨之後，陳太話成個人感覺唞氣都順暢咗，心情都好翻，佢老公嘅咳都慢慢好轉。
最緊要係陳太再冇跌過銀包，屋企亦都冇再發生過絆倒嘅意外。呢個就係易經國學講嘅掃除不祥，迎祥納福啊！將屋企嘅雜物清理走，就係將霉運同病氣清走，等新鮮嘅能量同財氣可以順順利利流翻入嚟。各位老友記，大家不妨而家就擰轉頭睇下自己屋企，尤其係大門口、露台同廚房，係咪都堆咗一啲好耐冇用過嘅嘢？如果有，不妨動手清理下。呢個唔單止係做家務，更加係幫自己嘅晚年運勢做一次深度調理。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哋屋企有啲咩嘢係想掉，但係又一直唔捨得掉嘅，或者你哋整理完間房之後，有冇覺得心情同運勢好？翻咗第三個破財習慣啊，我幫佢起名叫貪念一起，格局盡失。講得通俗啲就係退休後因為焦慮寂寞或者貪小便宜，從而陷入各種投資騙局或者冇底線嘅消費陷阱。喺易經國學當中有一句好警醒世人嘅話，叫靜能生慧，動則生哀。人喺後生嘅時候，運勢處於激盪期，你向外衝去投資去冒險，就算失敗，因為你仲有大把時間同體力，所以隨時可以東山再起。但係退休之後，我哋成個人嘅氣場同運勢係向住收斂同安靜嘅方向走嘅。呢個時候最忌諱就係心浮氣躁，妄圖通過捷徑去令財富翻倍。而家嘅香港係一個信息極度爆炸誘惑，亦都好多嘅社會。我哋好多老友記辛苦咗成世，手頭上儲咗一筆養老錢，望住銀行嗰啲微薄利息，再望住日日上漲嘅物價，個心難免會產生焦慮。大家成日擔心自己啲錢會唔會越嚟越唔值錢。喺呢種焦慮心理嘅驅使之下，人嘅定力就會減弱。而社會上嗰啲不法分子恰恰就係利用咗長者呢種既想保值又想賺快錢嘅心理，嚟設計出五花八門嘅騙局。譬如最近幾年喺香港特別猖獗嘅虛擬貨幣投資騙局、黃金現貨交易陷阱，仲有嗰啲所謂嘅海外內房股高息債券嗰啲騙子，好多時打着高科技、國家發展大趨勢或者內部高額回報嘅旗號，通過社交軟件群組，日日對你噓寒問暖。佢哋今日叫你一聲大佬，聽日叫你一聲阿姐，甚至乎比你親生仔女仲要孝順。喺國學修行當中，我哋講無欲則剛。一個人一旦起咗貪念，佢嘅智慧同理智就會瞬間被蒙蔽。喺風水磁場上，貪念都係一種極強嘅負能量，佢會好似黑洞咁，將你嘅好運同守護神全部吸走，令你嘅精神磁場變得混亂，最終導致決策失誤。我有一位住喺黃大仙嘅緣友張叔，張叔退休前係一位中學教師，手頭上有一筆唔錯嘅公積金。佢平時好注重養生，亦自認係一個有文化唔易受騙嘅人。但係前年佢喺社交媒體俾人拉入一個所謂嘅股票交流群組，入面有一位明星導師，日日都喺度分析大市，而且群組嗰度好多人日日貼截圖，話跟住導師買股票，今日賺咗幾萬啊，聽日賺咗10幾萬。張叔初初只係冷眼旁觀，但睇咗幾個月之後，眼見群組啲人日日發財，佢內心嘅貪念同焦慮被徹底勾起。佢諗自己既然識啲經濟，跟住賺啲小錢應該冇問題啩。於是乎佢試下投入5萬蚊，結果唔到3日嘅賬面上就顯示賺咗1萬幾，而且資金仲可以順利提取。呢一下張叔徹底放下戒心。嗰位導師私信佢話就快有一隻內幕股上市，預計有3倍回報，但門檻比較高，需要起步資金50萬。張叔鬼迷心竅咁將自己份公積金同定期存款全部拎出嚟，湊夠60萬掟咗入去。結果可想而知，錢啱啱轉過戶唔到2日，嗰個所謂投資 app 就開唔到，群組被解散，導師都拉黑埋佢。嗰60萬係張叔準備用嚟養老睇病嘅血汗錢，就咁短短幾日化為烏有。張叔嚟揾我嗰陣，成個人失魂落魄，頭髮白咗一大半。佢百思不得其解咁問我：大師，我讀咗成世書，點會犯咁低級嘅錯誤？我對張叔講：張叔，呢個同學歷高低冇關係，呢個係人性嘅弱點。易經裏面講，
吉凶悔吝生浮動。你本應喺退休後安享晚年，保持內心平靜，呢個就係你嘅正字。但你一見到人哋賺錢，心動咗貪念，起咗你個磁場就亂晒。騙子淨係睇準你嗰顆蠢蠢欲動嘅心。如果從一開頭你就可以安守本分，明白天下冇免費午餐嘅道理啊，你個財富又點會穿咁大個窿呢？除咗呢啲金融騙局，仲有一種生活中嘅慢性破財習慣，就係盲目購買高價保健品。而家好多長者聚會嘅健康中心係用送雞蛋、送麵餅、免費做機械按摩嘅方法吸引長者去，然後嗰啲推銷員就利用長者怕病、怕俾仔女添麻煩嘅心理，極力誇大某啲產品嘅功效，將幾十蚊嘅保健品賣到幾萬蚊。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確實好重要，但健康係靠合理飲食、適度運動同良好心態調理出嚟嘅，絕對唔係靠嗰啲來歷不明、價格高昂嘅保健品堆砌出嚟嘅。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傾下你哋或者身邊朋友有冇收過嗰啲莫名其妙嘅 WhatsApp 投資短信，或者有冇去過嗰啲免費送禮嘅健康中心。大家將呢啲經歷講出嚟，互相提個醒，等更多街坊老友免於受騙。呢個都係一種積德行善嘅福報。接下來我哋要講第四個，亦係最令人糾結、最難處理嘅破財習慣。我幫佢起名叫無底線補貼，仔女選及自身福報。喺傳統國學中，我哋非常講究家和萬事興，父母錫仔女係天經地義、血濃於水嘅親情。但係凡事都有嗰度過猶不及。易經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卦叫做家人卦。家人卦嘅核心智慧又係強調家庭成員之間要各守其位、各盡其責。做老豆嘅要有老豆嘅威嚴同界限，做仔女嘅要有獨立擔當嘅責任。而家嘅香港生活壓力大，係人都知。後生一代想買樓置業、結婚生仔、養育下一代，面對嘅經濟壓力直頭係排山倒海。好多做父母嘅望住仔女每日早出晚歸，生活過得掹掹緊，個心痛到不得了。於是乎，好多老友記喺退休之後做出咗一個好偉大嘅決定，佢哋將自己嘅養老錢全部拎出嚟幫仔女俾樓宇首期，或者每個月將自己嘅退休金攞一大半出嚟去補貼仔女嘅生活開支，甚至幫個孫仔孫女俾昂貴嘅國際學校學費。有啲父母甚至覺得自己咁做係全心全意為家庭付出，係積攢家運。但係從易學同運勢嘅角度嚟睇，呢種無底線嘅付出好多時都會帶嚟意想不到嘅破財效果，甚至會折損成個家庭嘅家運。點解咁講呢？首先從仔女嘅角度睇，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後生仔喺社會立足，一定要經歷屬於佢自己嘅挫折、挑戰同壓力。呢種壓力喺國學入邊叫做克，有克先有化，有壓力先會有動力。如果做父母嘅好似一棵大樹咁，將所有風雨都遮晒，將所有經濟壓力都攬晒上身，呢個喺無形之中其實係削弱緊仔女自身嘅運勢。當仔女習慣咗有父母做後路，習慣咗向父母索取嘅時候，佢哋獨立奮鬥嘅志氣就會慢慢退化。呢個就相當於父母用自己嘅福報代替咗仔女嘅成長，導致仔女失去開拓自己財源嘅能力。喺風水學上，呢啲叫溺愛雙運。其次，我哋從父母自身嘅角度睇，退休金同養老存款係你喺晚年生活當中最重要嘅一道安全屏障。老祖宗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隨住年紀增長，人生最大嘅變數就係健康問題。如果你將所有積蓄都花晒喺仔女身上，自己手上冇咗足夠嘅現金流，一旦遇到突發重病或者需要長期照顧嘅情況，你就會陷入極度被動嘅局面。到時你唔單止自己要承受身體嘅痛苦，仲要被迫向仔女伸手攞錢。喺現今社會，仔女自己都有家庭、有按揭、有工作壓力，佢哋就算想孝順你，都可能心有戚而力不足。呢種財務上嘅困局，好多時都會直接導致家庭矛盾爆發，原本和睦嘅關係出現裂痕。呢個就係因為父母喺財務上失位，從而導致家庭磁場失衡。
我曾經幫一位住喺觀塘嘅園友梅姐調理過家居風水，亦都聽過佢傾訴屋企嘅苦水。梅姐退休前喺一間大機構做管理，退休後手上有200萬存款。佢個獨仔要喺將軍澳買樓結婚，女方要求一定要有樓。梅姐心痛個仔一咬牙，將150萬存款全部拎出嚟，幫個仔俾咗首期，自己只係留翻50萬之後，孫仔出世。個仔同新抱日日抱怨開支大，梅姐睇唔過眼，唔單止唔收個仔家用，反而每個月將自己份生果金同啲微薄利息收益攞出嚟，就幫個孫買奶粉、交補習班學費。咁樣過咗5年，梅姐手上嘅50萬積蓄，因為日常生活開支同埋一啲小病小痛，慢慢使到得翻幾萬蚊。結果舊年梅姐驗出膽囊結石，要做個小手術。雖然可以喺公立醫院排隊，但排期要等好耐。梅姐痛到頂唔順，醫生建議去私家醫院做，費用大概要7-8萬。梅姐手頭緊，唯有開口問個仔攞結果呢，新抱喺電話度埋怨，話呢個月供樓利息又升咗，細路嘅課外班又要交錢，屋企根本攞唔出閒錢。雖然個仔最後東拼西湊，將手術費俾梅姐送過嚟，但言語中流露出嘅無奈同新抱嘅冷言冷語，令梅姐喺病床上流低傷心嘅眼淚。梅姐同我講：大師，我將成世人嘅積蓄都俾晒佢哋，點解到頭來我生個病使幾萬蚊，仲要睇佢哋面色？我到底做錯咗啲乜？我對梅姐講：梅姐，你作為一個阿媽，你嘅愛係偉大嘅，但你嘅財務方式係糊塗嘅。喺易經當中，水代表財。你喺你自己口渴嘅時候，將自己嘅水壺倒到一滴不剩，全部餵晒俾仔女，你以為呢啲係愛，但你卻剝奪咗佢哋自己去打水嘅能力，同時都令到自己失去生存嘅底線。你而家病咗，需要錢，對佢哋嚟講，反而成為咗一種道德同經濟上嘅雙重負擔。所以各位老友記，退休後對待仔女，我哋要學識慈愛而有邊界，幫助仔女應該秉持救急不救窮嘅原則。仔女創業病咗，遇到重大人生變故，我哋做父母嘅，作為家庭嘅後盾，應該俾予支持。但對於佢哋日常嘅生活享受、買樓、仔女、高消費教育等，我哋一定要俾佢哋自己去承擔。守住你自己嘅養老金，就係守住你晚年嘅尊嚴，亦都係減輕仔女未來負擔嘅最好方法。當你自己手頭鬆動、身體健康，唔需要向仔女伸手攞錢嘅時候，你喺家庭當中嘅氣場就係穩固嘅，仔女對你嘅尊重都會多一分，成個家庭嘅風水磁場先至會係健康和諧嘅。各位老友記，大家覺得我講得有冇道理呢？你哋喺生活當中又係點樣平衡自己養老同補貼仔女呢兩件事嘅？而家好多後生仔買樓確實需要父母支持首期，如果係你哋會選擇傾囊相助定係有所保留呢？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哋最真實嘅睇法，我哋一齊探討下呢個全港長者都面對嘅難題。好啦，傾到呢度，我哋退休後嘅4個主要破財習慣就已經全部傾完。我哋不妨嚟做個簡單回顧。第一個習慣係茶市吹衰，因為口沒遮攔而令財氣外泄，招致小人同是非。第二個習慣係家居囤積，因為唔捨得掉雜物，導致屋企嘅氣口被堵塞，陰氣積聚，損財傷身。第三個習慣係貪念一體，因為焦慮同貪小便宜，落入各種投資理財嘅騙局。第四個習慣係無底線補貼仔女，因為缺乏財務邊界，既削弱咗仔女嘅運勢，亦令自己失去晚年嘅保障。各位老友記，呢4個習慣睇落散落喺我哋日常生活嘅細節嗰度，但如果用易經國學嘅眼光嚟睇，佢哋其實就好似一個木桶上嘅4條裂縫。唔理你個木桶做得有幾大，唔理你後生時儲低咗幾多財富，只要呢4個裂縫仲喺度，你嘅財富同福報就會喺不知不覺中漏到一乾二淨。中國人講究內求好運同福報，從來唔係求神拜佛求翻嚟嘅，而係通過我哋每日約束自己嘅行為，改掉唔好嘅習慣，慢慢修行出嚟嘅。退休係人生最美好嘅一段時光，
佢意味住我哋卸低咗社會嘅重擔，終於有時間做翻自己。喺呢個階段，我哋要做嘅唔係去同人哋攀比邊個更有錢，亦都唔係去同命運死磕。我哋要做嘅係靜落嚟，守住自己嘅財富，調理好自己嘅家居環境，保護好自己嘅身體，享受同家人之間嗰種恰到好處、溫和有道嘅親情。願各位睇到呢篇文章嘅老友記，由今日開始都能夠改掉呢啲破財嘅壞習慣，等自己嘅晚年生活好似秋天嘅麥田咁，金燦燦、沉甸甸，裝滿晒福氣、財富同安寧。